大娘们儿，你看看，哟，羊肉大衣，料子不当了，谁给买的？你说谁给我买的？俺家买呀买的。哎呦，真不当了，可好看了，你穿了吗？你看好看，我还没穿嘞，我叫你来看看嘞。我穿，你看好看不？有人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不？哇哦，不错呀！你也给人妈下靴子的，你看人家多疼媳妇，你也给我买一件，我也穿穿。又不就是一件大衣吗？那你先试试，要是管的话，我也给你买个这样的。来，给你试试来。好看不？我咋看着你穿的比我穿的好看呀？这到底是按谁的身材买的？有人。我得给马家打个电话去。我对你问他，这到底是给你买的还是给我买的？